獨立小姐輕鬆愛情短篇，幸福散水餅。終於嚟到呢一日啦！今日係我喺公司服務嘅最後一日，因為咁我去咗買散水餅。我個心一直往下沉，散水同時意味各散東西，天各一方，永別。約定俗成，同寫離職前嘅最後一個工作天，即係我哋口裏面講嘅 last day， 會買啲西餅派俾 office 裏面嘅同事，即係人人都知嘅散水餅。下晝4點半，拎住銀包，我默默咁樣踏上天橋，過公司對面嘅西餅店。呢10幾分鐘好沉重，我諗住一個人。1個月前決定遞上辭職信，就表示我堅決同呢間公司分手。係㗎，用分手嚟形容辭職絕對適合。如果做咗10年以上，更加可以用離婚嚟形容。呢個係公司裏面嘅老鬼 Weber 同我講㗎，我好同意。送交出去之後，我唔自覺咁樣等一個人。自從上個月23號遞送嗰日開始計起，一日一日咁樣等，但始終都等唔到。佢係仇志朗。記得返工第一日，我哋就鬧咗一個笑話啦。喺第一次見面，互相自我介紹嘅時候，同事都咁樣取笑我哋。你哋嘅父母係咪夾定咗㗎？點解個名咁匹配嘅？我個名叫殷仲晴，姓殷嘅人好少。每次我同其他人介紹我自己嘅名嘅時候，都要強調係恩愛嘅恩，唔係甄子丹嘅甄。而佢剛好姓仇，叫志朗。我哋一個係報恩，一個係報仇。最終都好彩會係情與朗。呢個唔好笑嘅笑話喺同事之間講咗大半年咯。仇志朗係一個比較內向同慢熱嘅人，當然即係用呢幾個字嚟形容佢係唔公平㗎，亦都唔夠全面。同佢第一次見面嘅時候，佢黑住面，冇任何笑容，一副愛理不理嘅樣。我伸出右手想同佢握手，佢竟然只係敷衍咁掂一下就算啦。即係見第一次啫嘛，做咩好似對我好唔滿意咁呢？自此之後，我對佢抱有一啲誤解。人哋話第一個印象嘅好壞會影響深遠，直至後嚟先發現佢對人都只不過係比較慢熱嘅啫。佢同其他 office 工作嘅世界仔好唔同噶。大部分男同事表面上都表現得好禮貌周周，充滿紳士風度。仇志朗則表現得明顯另類。但後來一次會議，我對佢180度改觀啦。上司安排我去處理周年大會嘅所有水晶紀念品，我需要喺之後一日嘅會議上面向所有同事展示呢一批紀念品。大問題就發生咗啦。由生產商寄過嚟嘅一批水晶紀念品，全部都出錯啊！有啲係底咗爛咗，唔可以平放；有啲嘅頂部就碎裂咗。嗰個時候已經係下晝6點半啦。我眼望住呢批支離破碎嘅水晶物體，有一種欲哭無淚嘅感覺啊！仇志朗喺呢個時候竟然走到我台側邊，一手將成盒水晶紀念品拎起，仲同我講咗以下呢句說話：今晚之前我會整好。就咁樣，佢抱住呢個紙箱走咗入會議室，而我好傻咁望住佢嘅背影，唔知道係跟上去啊，定係留喺呢度。最後我揀咗離開 office， 因為我想買飯盒同佢一齊收好呢一批水晶紀念品啊！呢個係我嘅職責嚟噶。當我帶住一袋飯盒返到我個會議室嘅時候，仇志朗冇講過一句話，只係默默咁樣逐一用強力膠將裂咗嘅地方好小心咁黏返埋一齊。成晚啊，佢唯一講嘅一句說話就係我將手裏面嘅叉雞飯遞俾佢嘅時候，佢講嘅一聲多謝，然之後又好靜咁樣返去做嘢啦。直到夜晚10點左右，終於將所有水晶紀念品都修理好啦。聽日會議可以俾上司睇。
仇志朗同我一齊離開 office， 呢個期間都冇講過說話，而我只係好緊跟住佢後面，好似一個小女孩。佢送我去搭小巴之後，自己去搭地鐵返屋企。嗰個夜晚，我坐喺小巴裏面，從窗口望向佢嘅背影，一直咁望住佢，越走越遠，而我就一直望住佢。係㗎，佢都好少講嘢㗎，但做嘅嘢就好多。喺天橋上面，我望一下黑沉沉嘅天空，大概好快就要落大雨啦。我仲以為咁短嘅路程，大概唔使帶遮。我跑入西餅店，買咗2打水果忌廉西餅，打算好急步咁樣跑返 office。點知黑雲終於忍唔住要瘋狂落大雨啦，係嗰種又急又猛又大嘅雷雨。一時之間，我被逼就係留喺個西餅店裏面要等雨停啊！喺度猶豫緊係咪應該打電話返 office 叫求助同事。呢個時候，我竟然收到個短信啊！你喺 Kick Me Softly？ 竟然係仇志朗發俾我個信息啊！而 Kick Me Softly 係個西餅店嘅名字。我立即回答：係啊，好大雨啊，唔記得帶遮啊！我望住個手機屏幕，唔相信仇志朗竟然會發出一個咁嘅信息俾我。但電話號碼明明係屬於仇志朗嘅噃。不足5分鐘，佢就擔住遮跑過嚟揾我啦。我睇到佢啲頭髮有少少濕，佢將我拉入遮裏面，仲一手拎過我手裏面嗰2大盒西餅啊！而我個對手就只能夠緊緊拉住佢，如果唔係，我就會成身濕晒噶啦。但係要跟上佢嘅步伐有啲困難啊，我根本就跟唔上。好彩佢都發現，仲放慢咗腳步。返到公司，我哋各自返到崗位，好似咩事都冇發生。而我就打開西餅盒，逐一派發散水餅俾同事。同事都好循例咁講一啲祝福嘅說話，就咁樣全個 office 差唔多所有人都有一件散水餅啦。唔係，仲有一個。我將最後一件散水餅留起，然後靜靜咁樣走向仇志朗嘅台前面。佢背向住我，而我只能夠靜靜咁樣走到仇志朗嘅台前面，拎住個散水餅，走到去側邊。多謝你過去嘅幫忙啊，以後要好好保重啊！我對住佢嘅背脊講。佢一直都冇轉身望住我，就咁樣對住個電腦喺度做嘢。當電腦桌面顯示嘅時鐘顯示已經到6點半啦，我同身邊嘅同事講一聲再見，再然後我望向仇志朗嘅背影。算啦，我該離開噶啦，就係咁同公司分手，同呢度嘅同事分手，仲有同佢永別吧。即使我有佢嘅手提電話，我知道我唔會揾佢，呢一點我最清楚。正當我快要踏出大廈嘅正門嘅時候，有人竟然好大聲叫住我喎，殷仲晴。係仇志朗嘅聲音喎。我轉身望佢，真係佢啊，真係仇志朗啊！我睜大對眼望住佢，佢竟然跑到我面前。我冇食你嘅散水餅，佢跟我咁講。咩話？呢啲係咩說話？唔好要我估喎。我唔會同你散水，第時都唔會。仇志朗好認真同我講。我從心底裏面笑咗出嚟，呢個仇志朗真係好得意啊！就咁樣，我同仇志朗就因為散水餅而結緣啦。後嚟好多人問我散水餅要買邊一款喎，我都係同佢哋講，散水餅係能夠帶俾人幸福嘅一種食物。只要一個人拒絕食你嘅散水餅，咁你哋就有可能長長久久咁樣永不散水啦。全文完，多謝。